这个老吴啊，哎，我好歹也是他的大哥呢，从不把我放在眼里。太不像话了。要不然，大哥，咱们先跟沈仲元联系联系。啊，那辛苦你去一趟。好啊，我和月华一起去。哎，要去你自己去，干嘛拉上我呀？我这一个人去，我没主意的时候好找个人商量商量。有什么好商量的？你扮成一个道士，我扮什么呀？扮道童啊？不扮道士，你也用不着扮道童，我们可以扮商人。我们扮商人。就你？商人？老四啊，就你那身材，儿童商人吧。就是，哎，这商人啊，看到没有？应该像我们家老仙儿这样，坛子多，红头花色的，那才像商人嘛。哪有商人那么又瘦又小的？对，一看就是个贪商。谁？好，不扮商人，不扮商人。那我们可以扮别的，我们扮2个风度翩翩的书生。风度翩翩的书生？到那儿做什么呀？去捉鬼啊？老四啊，就你这身材，捉鬼那也是儿童。你能不能不拿我的身材说事儿？这个老四啊，哎，我看还是你自己去吧。你的这种穷道士的打扮，去捉鬼的话，不至于引起怀疑。哎呀，谁也没说你个子矮。再说了，你能在如此艰辛的情况下练就一身过人的本事，也让所有人值得尊崇啊。你真的是这么认为的？你们等一会儿啊，我去催一下饭菜啊。老大，我们在这儿等着饭菜。叩见老爷。太爷有什么说的？这是太爷给老爷的。国舅爷，去吧。是。不瞒沈教头说，我父亲在信里说，包拯要带着开封府所有人马赶到陈州来了。这俗话说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您是奉旨出巡的钦差大臣呐，再加上皇清花园有的是人，拉开架子，跟他们拼了！本国舅虽然身边人手不少，但真正能派上用场的却太少了。再说了，本国舅只是奉旨赈灾，那个包拯啊，毕竟是掌管天下司法的大员。那你毕竟是皇亲国戚呀。那陈世美还是皇上的亲妹夫呢，不到头来还是被包拯咔嚓一刀。那怎么办？坐以待毙，束手就擒？太师让我秘密离开陈州，投奔长沙王。长沙王，那里才是唯一的避难之地。哦，那您打算什么时候动身？这必须得先派一个人跟长沙联络一下。沈教头，我们在很多事情上都吃过大亏。吃亏就亏在没有保守好秘密。这件事情只有你和我知道，所以叫的必定是守口如瓶。
寒兄弟，张寒兄弟。见过国舅爷。张家姑娘不必多礼。老爷，听说东京的太爷带信儿来了。夫人，我就是来让你跟鲍尔准备准备回东京去。回东京？这里越来越不安全了，回东京比较好。那什么时候动身啊？明日准备1天，后日出发。我会派专人护送。1天？怎么这么急呀？我还有好些东西收拾不完呢。哎呀，你就别问了。国舅爷，我给您去换壶茶去。韩爷，您出去啊？啊，对，我去买点药。韩爷，您武功这么高，连医术也这么好啊！不但治好了自己的伤，现在还要帮庄里的兄弟们疗伤。见笑啊！谢谢。韩爷慢走。啊，慢走慢走。找你妹子。沈大哥。庞宇刚才突然通知夫人，让他在后日带小公子回到东京。庞宇收到老贼的书信，说是保证会带着兵马来到郑州。我估摸着这庞宇准备开溜了。我看到他刚才将一封书信藏在衣橱的小黑匣子里。小黑匣，一定要弄到这小黑匣。这个随时都可以。不急。等我指挥。他该不会让我去护送夫人？不会，他要带你去长沙。小道唱个事情啊，有钱的捧个钱场，没钱的捧个人场啊！各位客官请稍坐，听我唱首怪事歌。怪事只是年年有，今年怪事特别多。黄牛昨晚爬上树，豆花今早大翻锅。昨天和尚戴绿帽子，今天老爷往前走。老爷你要往前走。帅吧？我还以为是老五呢。废话，有什么情况？武帝那边？没有。奇了怪了，哎，武帝怎么还没消息呢？有。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大喘气？有别的消息。说，听老沈说啊，庞玉要跑。啊！你说他们4个，他们根本就不想做什么御前侍卫，全都是为了帮助包大人才暂且留在府里的。人各有志啊，不能强求的嘛。你也不该太小心眼，而是要关注庞玉的一举一动，既要防止他畏罪潜逃，又要防止他毁灭证据，所以务必精诚公事。我呢，关键是不想跟开封府有什么瓜葛。
你们如果啃不动的，就交给我，我自己解决。事情了结了之后，你还是不跟他们见面？我事情解决完了以后，还要找展昭呢。大敌当前，我就不跟你争长短了。眼下还是我单独跟你联络，每日下午就在这个地方见。哼。这个老五从来不把我放在眼里，一点面子都不给。嗨，要是让老心儿碰着了，那就用老心儿进过水的那个牛皮筋啊，给他捆得死死的，让他还敢打翻这天烟。哼！我想五爷也有他的难处。他有什么难处？包大人这次来陈州，公开的名义是来抓他的。如果他主动找来，是算他被擒还是自首？你们是放他还是留他都不好办。况且让庞贼知道了消息，又要拿此事大做文章了。大哥，师弟，老四，岳公子也到了。岳公子也到了。大哥，我跟二哥联络到了。哦，咋样？他们怎么样？庞玉要溜。他要溜到哪儿啊？长沙。难道是要投靠长沙王？那赶紧通知相爷吧。大郎姑娘，来不及了。你想想，咱相爷现在还在东京没出发呢，我们再赶回去，来不及。哎，老四，你的脑子灵活，你给咱出个主意。老大，我看还是算了吧啊。那老四那主意都用药水泡啊，都是苦的。我招你惹你了？行，岳公子，主意你拿。其实依我看，这一次对我们来说倒是个机会。什么机会？妙！岳公子的意思是说，这一次我们要拿到庞贼和长沙王勾结的证据，这样一来，可是犯大忌的事儿。皇上肯定雷霆震怒，没准他们全家就失宠了，没准他们全家都会完蛋。不然的话，光伤了庞玉，是动摇不了庞家的根本。高啊！岳公子的意思是说，我们既要拿到庞贼写给长沙王的信，再拿到长沙王给庞贼的回信，这样就算皇上想保庞氏一家，都保不住。哎，老大，你发现没有啊？这老四啊，跟岳公子这一唱一和的啊，这俩人说的还真好。对，一般好，也就是心有灵犀，英雄相见略同。那下面怎么做？四爷，你说个主意。是，下面我跑一趟，我亲自出马。辛苦一趟嘛，去趟长沙，我跟踪那个信使，我一定要拿到庞贼写给长沙王的书信，再截获长沙王写给庞贼的回信，然后我再把信使给做了，这样所有的证据我们就全捏在手中了。好，铁证如山，罪责难逃。那我老心儿就用那个牛筋筋给他捆得死死的，办都办不动。不过，我想此事还不用你插手。为什么？因为有比你更合适的人选。谁啊？徐老心儿吧。白玉堂。老五。好。岳公子说的太好了。岳公子的意思是说，老五是最合适的人选。大家想啊，老五现在是戴罪之身，这个功劳理所应当让给老五。五弟前去立功，这就将功折罪，没事儿了。老四，你什么时候成了岳公子的应声虫了啊？人家说上一句，你应下一句，这怎么叫应声虫呢？这叫跟屁虫。这叫遥相呼应，遥相呼应。夫人一路小心，过些时候，等陈州的事情有了交代，我会回东京和夫人团聚。老爷一人留在这里，也要处处小心，一切全靠自己保重了。夫人不必牵挂。
张家妹子，夫人，全靠你陪我度过这段担惊受怕的日子。咱姐妹俩也算是患难之交，只是相见恨晚，分别太急。夫人，您放心，我一有空就会去东京看你。你一定要来啊！夫人放心，我一定会把张家妹子带到夫人身边的。夫人，时候不早了，您还是先上车吧。叶庞宇声东击西，给人一种错觉，以为他要去到京城。眼下最重要的是，要搞清楚他到底派谁去长沙。庞宇啊，外寒内秀，一定会耍阴谋诡计。是啊，万一他要是多找了几个人，分头行动，都不知道该跟踪哪一个，得叫他们在外面好好监视着。沈教头，张大哥，老爷请您过去一趟。好。小的见过国舅爷。沈教头，请坐。好，多谢。国舅爷唤小的有何事啊？沈教头，昨天本国就跟你谈的那件事情，思前想后一个晚上，最后终于定下来了。沈教头，这次只能靠你了。就是让小的去长沙送信。我实在是没有其他的人可以相信了。国舅爷如此错案，小的当效犬马之劳。这次就不修书了，一切全凭沈教头到了长沙见了王爷，跟他口头陈述。可是国舅爷，这王爷见不到书信，如何信我呀？王爷在朝中耳目众多，想必本国舅现在的处境，他比谁都清楚。知道我此时去投奔他不会有差。小的明白了，小的当向那长沙王，把国舅爷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说清楚。王爷见我没有写信，就一定不会回信，所以一切全凭沈教头口舌传述。放心，小的当守口如瓶。也不打紧，沈教头，万一要是喝醉了，说梦话了，不小心透露了，也不打紧啊，无凭无据的，本国就概不认账就是了啊。沈教头不必多虑。何时出发？明日一早。得嘞。哦，对了，小的还有一事儿。你说，这张家妹子的事儿，这张涵已经被小的说的有点松动了。这些事儿先搁置一下，等到了长沙再说。得，那我总得给人回个信儿吧。你先把张涵稳住，跟他说他妹子的事儿，过几天再做商量。这庞贼可真够狡猾的，信上竟然什么都没写。可不是嘛，太狡猾了。庞贼不留下书信，他就给自己留下了余地。该岳公子说话了。你说，说什么呀？不向来如此吗？
岳公子说完了，老四说了。这老四说完了，又该岳公子说了。老三，哎，我们在说正事儿，你不要胡搅蛮缠，好不好？我是老三，你怎么老跟老四过不去啊？就是，不是，老大，我就奇怪啊，这老四怎么总跟岳公子过得去啊？三嫂你就别了，你管管他，管管。啊？哦。斯文。哎，好了，我们说正经事儿。我明天晚上再去闹一趟皇清花园，趁机把庞吉写给庞玉的信抢到手。为什么是明天晚上？因为沈仲元明天早上才走，如果今晚庞玉就发现信不见了，他肯定会改变主意。高啊！岳公子此计可谓釜底抽薪，这样他们掌握的情报都全作废了。我没说错吧？按这一唱一和的啊，说书又开始了。我就搞不清楚了，为什么非要让我去偷那封信呢？以季赛花现在的能力来说啊，他就偷这封信，简直就是易如反掌。只要信一丢失，季赛花是第一个被怀疑的对象。就算是我去偷，季赛花照样还是会被怀疑。明天晚上就让他跟着庞玉，寸步不离。跟你们这种人合作，真是麻烦。我也想一刀杀了庞玉，这样既省心又省事儿。可哎，是，别说了，不要跟我说你们那套法治道理，我就搞不明白了。你年龄又不大，连开封府的正式衙役都不是，怎么学的一身官府气息？算了，我跟你说了你也不懂，不想跟你争吵。哼，我也是醉了。国舅爷，傻妹子找我什么事儿啊？回国舅爷的话，夫人跟小公子已经安全到达汴梁了，小女子也该回招贤馆了。哇，这是何必呢？这儿房子这么多，又不是住不下。小女子一人住在这里，恐怕有诸多不便吧。是怕人说闲话。国舅爷明鉴。张家妹子，我俩的事儿，你哥都跟你说了吧？什么事啊？哥哥他什么都没说。你看，脸都红了，还说没说？肯定说了。国舅爷，小女子从小就父母双亡，长兄为父，一切事情我都听从哥哥的安排。好一个贤淑的女子。行，本国就有依了你的意思，以后有什么事儿，都跟你哥说。那小女子告辞了。张姑娘且慢。张姑娘，本国就想了想，我搬出去住，你还是继续住这儿。哪敢这样劳驾国舅爷？什么劳驾不劳驾的？整个皇清花园谁不知道？夫人也知道，我平时也不怎么回来住。啊，那个当然，如果以后和妹子并结连理之后呢，那我这种事情就不会再发生。我回来住啊。你住哪里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张姑娘，对了，夫人走的时候啊，这个地方的值钱的东西带走了不少，可是还是剩了不少值钱的东西啊。所以，姑娘就算是为本国、为夫人，帮我们照看一下，如何？就这么定了，啊，就这么定了。你要是不习惯，我找几个丫鬟过来伺候伺候你。不用，国舅爷，小女子本身就是一个丫头，哪会习惯使唤别人呀？说什么呢，张家妹子？夫人一直是拿你当亲妹子来看的，我也是把你，总之是一家人嘛，所以张姑娘就不要客气了。
你看看，本国舅又不是老虎，你还怕我吃了你不成？国舅爷，小女子对国舅爷一向都是很敬重的，也请国舅爷对小女子敬重一些。好，好，那我们就保持一个最近距离，3尺怎么样？3尺，3尺，行吗？国舅爷啊，民女告辞了，你也早点休息吧。哎，别，张姑娘，这怎么行呢？你看这条路又长又远的，啊，我得需要护送啊。这府里这么多人，你怕什么呀？张姑娘，府里人再多，他也没有你护送，他让我3尺啊，3尺。抓刺客！抓刺客！你下哪人？刺客又来了！国舅爷，你赶紧走！不行，一块走，快去躲躲。妹子，你先在这儿等我一下啊！国舅爷，您赶紧进房间，不要再出来了。12束韩城的雷公弹。国舅爷，我们赶紧下地道吧。哦，对，下地道。下去。我也跟你一起下去。哎呀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有什么好顾忌的呀？行，你走前面。哎呀，有刺客！我保护你！啊？这哪里有刺客啊？没刺客！哎呦，吓死我了！这几天这几只耗子弄得我心神不宁的。哎呀，张家姑娘，你走前面。如果真是有刺客，我保护你，我殿后。哎，谁？国舅爷！哎呀，我看不见了，我看不见了。张姑娘，你人呢？
张姑娘，哎，张姑娘，哎，我怎么看不见了？我终于抓到你了，你看得见吗？我当然看得见了。那我为什么看不见？那你带我走，你带我走，往前，往前走，应该是前面，走。哎，前面是不是有3坛酒啊？哦，对，那就往左边。那边是不是有椅子、有桌子？国舅爷，那边有个椅子，您赶紧过去坐下。哎呀，我看坐下，国舅爷。我能看见了，我又能看见了，张姑娘，你也坐，坐这儿。不用了，小女子这里也有坐的。哎呀，我是怕别的凳子脏。张姑娘，咱们早晚都是夫妻，就不要讲这些规矩。国舅爷，小女子虽然出身非常贫寒，可是我并不下贱，请国舅爷放自重一点。张家妹子，你看，这又没什么外人啊，谁知道啊？是不是？天知地知，神知鬼知，你知我知。张家妹子，你这个人什么都好，就是少了一点情趣。国舅爷，小女子自己知道自己是山野之躯，拿不上公堂，请国舅爷见谅。张家妹子，张家妹子，你越是对哥哥不放在眼里，哥哥对你就是越放在心里。张家妹子，国舅爷，我要上去看看。你这样，你身为富远家丁，怎么能在本国舅安全有受到威胁的时候自己走呢？你走了，谁来保护本国舅啊？行，那就请国舅爷自己放自重一点。那就保持3尺距离，啊！这样。放心吧，你坐这儿，我坐这儿，中间隔着个桌子，难道还不够3尺啊？国舅爷，这个地道
是通向哪里的？哪儿都不通，死路一条。那是国舅爷您自己挖的？啊，不是。以前这个庄子住着一个退休的官员，啊，为官这么多年，自然是搜刮了不少的金银财宝。这财宝一多啊，就担心强人来抢，于是就建了这么个地道，有事时避难，没事时藏财。那现在怎么又成了国舅爷的皇清花园呢？哎呀，这个贪官啊，贪得无厌，民怨太大了。本国舅来了之后，顺应民意，将他就地正法，所有财产全部充公。这个庄子就改成了本国舅的钦差行辕，因为本国舅是皇亲国戚，啊，人们就把这个钦差行辕换作皇清花园。这么说来，国舅爷您还是一个沙滩济贫的钦天大老爷。呀，哪里，这个赈灾呀，急需银子，朝廷的拨款是杯水车薪。本国舅来了陈州以后啊，杀了几个为富不仁的贪官恶霸，镇压了好几批聚众闹事的歹徒刁民。可是做了好事也见不得好报，有好多小人恶人，我把他们得罪之后，编了好多谣言，来重伤本国舅。国舅爷，这谣言是不可能瞒一世的，这百姓心里自然会有一杆秤。这个话呀，也得分两头说。你看，刺客走了，走。是不是真的走了？走了，看清楚了。看清楚了。老爷，刺客呢？跑了。那还在等什么？等宵夜呀？还不快去追！走。是。妹子，我要过去看看，你在这儿守着。啊。妹子，要不你还是拿起灯烛，随我上去一下。是国舅爷。你走前面。国舅爷，您在里面做什么呢？没什么。国舅爷，您怎么了？国舅爷，您小心点脚下。国舅爷，你慢着点儿。